東涌長東村巴士總站啟用，5條路線改以該站為終點站。長東村為東涌東首項落成嘅公營房屋，於2025年9月起分階段入伙，配合東涌東發展，嶼巴36M 及37A 線延長至長東村對開，37A 線更提升至全日服務。城巴 E18 及 E28 線亦於2026年5月投入服務，但係長東村總站尚未啟用。嶼巴同埋城巴分別以錦東街長月樓同埋迎東路長日樓對開為起點站。2026年6月28日，位於長東村西面嘅巴士總站啟用，新大嶼山巴士37A 線同日改以該站為終點站。新大嶼山巴士36M、城巴 E18 同埋 E28 線，以及龍運巴士 S64P 線喺今日搬往該站。呢個總站位於長東村長耀樓側邊，東面為長東村其他座數同埋待完工嘅進東村。總站以南為迎東村，與總站只有1街之隔。總站亦設有員工休息室。拍攝當日喺度落雨，巴士站頂蓋部分地方有窿，導致有雨水滴落。